喂，阿成我阿如啦，我阿成啊，我真好家电哦。那你替咱我恁家一个电话中心好无？好啊好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台语老厝甲阿里坤阿成，欢迎大家做伙来看咱云林的地方创生。 好呀，啊，上面是豌豆，这个是可果，这不是木瓜哦。是。今仔日来请嘉宾，这台作品介好食。你的嘉宾就专业的。阿牛吼，一起来祝大道的阿牛啦。 朝铁张地主的安宁地，我给你俩派出所。 来了，安是。喂，阿成，你跟我袂高兴，看拢无啦，这个尾款嘛买互你啦。